观众朋友晚安，欢迎收看4月3日 AM 新闻，我是朱永晓。先带来看今日的新闻重点。今日本土加15033例，另外明仔载也开始实施互确诊者也伫传资料去系统增加疫调的效率。即马市面拢是烧爱独立去片空的快筛试剂，不过韩国有一款脆软的快筛，食药署已经核准3000万份的专栏进口。代替工会明仔载唔加班，火车全部停驶。不过交通部讲有11位司机员愿意上班，所以明仔载临时加发18班车。蔡乡亲先来关心疫情，今日增加15033例本土，新北5797例上济，也加18例中重症，3个死亡个案。指挥中心表示，即马居家照护的人会使使用视讯来看病，不过爱准备健保卡，互医生翕起来确认身份。另外，明仔载也开始互确诊者家己传资料去系统，来增加疫调的效率。放假日的屏东火车站排队排真长，因全部拢是来自疫苗的。有民众烦恼讲，做袂到6点外就来到现场排队，也有人挑工对台南坐火车来屏东住。因为国内阁新增加15033例本土病例，其中以新北市5797例上多，台北市3099例，桃园也有2193例。另外也新增加18例中重症，年岁上细汉的只有10外岁，无做过疫苗，有3例死亡，是80外岁甲60外岁女性，一个有慢性病史，一个是有癌症的病史，拢敢若做过1档的新冠疫苗，一个是进前已经公布的重症案例，因为病情恶化而过身。未完整接种就是未打疫苗或者只打1剂的总共是5+2 7位已经占我们这12位死亡里面的超过一半所以目前来讲还是鼓励这个。特别是长者的部分，能够尽速的去完成这个2剂以上的接种。随着国内确诊人数大大增加，无症状也是轻症确诊者伫厝照护时，然后身体无爽快，要安怎呢？指挥中心也公布视讯诊疗的步骤。首先在健保快易通 App， 也是健保署网站查询视讯的问诊的资讯。线来卡挂号专线，也是病院网页来挂号，下载病院的 App， 等病院来联络。视讯看诊时爱传健保卡，互医师来翕相确认身份，结果医师开药加制作病历。如果他医生觉得说亲自的诊查的时候，那在医院再来做安排。有这个处方间之后，就可以运用我们本来在跟医院就是等于药师送药到宅的一个系统。另外，为了快速处理确诊病人，并且有效包列接触者，5月初开始实施确诊个案自主汇报调查系统。民众到病院采检阳性了后，系统会发送100成连接的简讯到确诊者的手机内底，进行相关的调查，来写资料，提高疫情调查的效率。记者综合报道。疫情一直咧退烧，未少民众拢抢买快筛试剂，不过近摆拢爱堵片空，有人感觉无啥舒适。韩国就有一款脆软的快筛，即马是药署已经核准3000万份的专案进口。早起也未到9点，台北市中政府的药局头前就出现排队排真长的情形。检查实名制实施第3天，也是拜六，未少民众真早就起来排队，因为原本团出拜六全台湾存2200口2件药局有卖，后来伫个指挥中心协调下，4000外件的药局拢有伫卖咯。所以我们特别也商请这个我们的邮局来帮我们的忙，让它能够配送。那邮局当然这么多点都很辛苦，所以会分作说昨天把它配送完，然后今天早上再配另外一部分，然后今天的整体的供应量跟往常跟前2天是一样的。根据健保署上新的统计，到30下晡5点，全国已经卖出296405份，全部卖完的有3035件，有本土确诊数一天比一天较悬，也国内快速检查的需求量增加。只是即阵市面上所卖拢是乌片的这种检查剂，对民众来讲是感觉较无爽快。食药署伫2到暗时核准专案进口的头一款韩国制造的脆软的检查，也是国内头一款家用的脆软检查剂，有价进口3000万剂。他是4月下旬的时候来提出申请，然后就是因为产品是原产国是韩国，然后由澳洲有核准上市。那我们为了确定这个确保它的那个效能的部分呢，也有在国内进行那个性能测试。口腔的后面呢，跟鼻腔后面是相连的，用那边的样本来用呢，就有点类似鼻腔。跟口腔的综合体，这样来做检验呢，
数据会可能比较可靠一点。医师表示，即阵所流行的 Omicron 以无症状患者来讲，病毒对脑开始大量来复制。那采用喙内检查的准确性较悬。那用伫个囡仔除了直接喙内吐出来以外，也使用面机伫挖骨脑的所在，甲洗一下，摕到喙内的检体来采检，用减少囡仔检查时阵无爽快感觉。记者综合报道。代替企业刚过5月7日，明仔载要休假唔加班，火车是拢总停驶。交通部长王国材表示，尊重休假的司机员，不过有11位司机员愿意配合当日，所以明仔载临时加发18班车。旅客陆续出站迎接假日，也毋过礼拜日恐惊面临代替列车停驶，因为代替企业工会发起5月7日唔加班，火车可能无发车，对疏运将带来冲击，不少民众真不满。心情会很不好你都要搭了，然后才发现没车。用罢工、不上班的方法、不加班的方法，让乘客不方便，不会给台铁加分。行政院长苏贞昌指出，工会唔加班造成旅客无方便，并未替代替加分。针对5月7日列车确定全面停驶，经过代替局协商，有11位司机员愿意出勤。当到公布临时机动开18列次区间车，包括区间快车有6车次，像花莲来往树林、中华来往台东等区间车有12车次。行驶路线西部是为家人来往新竹、中华来往嘉义、嘉义来往桃树等。虽然车次少，有代表性完成款都班次。要不要来加班都是司机员他们自己的意愿啦。那我们尊重这个不加班，也很谢谢来加班的11位同仁。这11位司机员的名单提前外流，传出包括二线的干部值班人员。对此，王国材澄清，司机员拢有驾照，佮有丰富行车经验。代替企业工会回应，无论司机员出于认证压力等其他原因，拢予以尊重。只是说在凸显说，你看看，我们还是可以把列车开出去啊，这不是我们真正要的目的啊。其实今天司机员他会做这个的举动，还有以及我们工会发起的5一不加班的活动部分里面来讲啊，当然就整个对交通部公司化的一个版本的一个不满。因为代替加开的班次有限，交通部呼吁民众改坐绿火车，客运业者也提前做好准备。挂藤单区的看板，动员坐台游览车疏运旅客。重要平安到家比较重要，我就觉得时间虽然会长一点这是一定的，因为毕竟火车跟在路上跑的车子速度还是有差。针对唔加班引起风波，代替企业工会表达失礼，也毋过强调政府需要审慎看待代替公司化。王国材表示，会提出上大的诚意继续沟通，也毋过解决有一个艰苦期，有缘需要往前行。记者综合报道。超过200公里长的南环公路，在2009年受到莫拉克风台的损伤，今年部分路段先带条件开放，不过最后20公里的路，工作人员拼死修路。到今仔日，南环公路总算举行通车的祈福典礼。在12档了后，规条路对明仔载开始带条件通车。蓝色的天顶配着青色的山景，绝美的景致伫2722公尺垭口，这款的美景已经封13年啊。经过公路单位维修人员多年的努力，将搁再呈现在民众的眼前。全长203公里的南环公路，13年前因为莫拉克风灾受到真大的破坏，经过抢修了后，今年有条件开放梅山到天池的路段通车。也毋过，这个天池到向阳段是因为地基流失，也会继续来修路。最后这20公里维修人员搁行过200公，才将有到位。由主管机关宣布5月7日南环公路全线来通车。溯溪基本上它就是人，可是我们在施作的时候，除了人之外，还有机具。那像我们在打摇头的机具，一个都要接近20公斤，你要怎么把它运送？有时候还是必须靠人。山壁外行修路就偌困难，工人在修路的日子，每工拢要排至少5公斤的装备，8元8下，敢若蜘蛛人共款。有时若拄到风真透，连人嫌过去，予风吹甲一直洗。它不只是一条道路，它是一条我们原住民族人回家出外的道路，它是一条产业的道路，它是一条交通的道路。
考虑公路也受天气遮因素风险，南海公路初步开放5栋以下客车、甲9人座汽车、甲重机会使入去。通行时间早时7点到下晡2点，3点开始劝离用路人，5点爱转线来净空。每礼拜2甲拜4封闭来拥护，也为着人员的安全进行车流量的管控。若受状况，应通报行控中心。记者综合报道。美国传染病专家佛奇表示，疫情的大流行也未结束，因为病毒是直直变种。抓准美国通控制疫情，也无法度群体免疫。另外，因为疫苗的注射率增加，韩国、新加坡佮有马来西亚拢是开放室外，会使唔免挂喙罨。美国传染病权威北京首席医疗顾问佛奇离到伫华盛顿全国记者俱乐部一场视讯活动，搁再强调，新冠病毒也伫不断变异，所以讲达到传统的群体免疫，现阶段也无可能。The other day when I said we are no longer in that fulminant acute phase, that does not mean that the pandemic is over. By no means is it over. We still are experiencing a global pandemic. 也毋过，德国离岛宣布，今年9月17到10月初3的慕尼黑啤酒节会在停办2年了后恢复举行，而且完全免实施任何的防疫限制。在亚洲方面，南韩离岛宣布对5月初日开始解除室外挂喙罨的禁令。根据南韩上新的数字，尽管一天1万将近5万例确诊，也过南韩的疫苗注射率已经将近87%，第三档的注射率已经将近65%。新加坡方面，完整注射疫苗人口已经达到92%，74%有自加强射。另外，5岁到11岁儿童的完整注射比例已经达到70%。尽管新加坡每天有大约2000人确诊，也不过4月2日开始，室外已经唔免再再挂喙罨。而伫马来西亚加柬埔寨，大人疫苗注射率拢已经达到90%，也分别在4月底解除伫室外挂喙罨的禁令。公视新闻郑婉琴编译。罗西亚拍乌克兰的战争已经66天，真侪人弄家散体，有路无厝。美国国防部的发言人预告讲到，罗西亚对乌克兰有偌毁累的时，激动甲测普廷真恶质。另外，罗西亚预备攻击基辅的大楼，一位住伫内底自由欧洲电台的女记者活活互飞弹病死。乌克兰甲俄罗斯战争爆发了后，美国5角大楼的例行记者会主要伫评论战事本身相关的进度。不过，发言人科比离到伫问到俄国总统普廷伫乌克兰的军事行动是不是理性，科比进一步批评普廷所谓对乌克兰出兵的理由完全不合理，更加一度嘛歹听话。 Let's just call it what it is BS. That this is about Nazism in Ukraine, and it's about protecting Russians in Ukraine, and it's about defending Russian national interests. When none of them were threatened by Ukraine. 俄军继续伫乌克兰东部发动猛烈的攻势，包含第二大城哈尔科夫、卢甘斯克这所在拢遭受俄军猛烈的炮火。另外，乌克兰首都基辅2甚至伫联合国秘书长造访时阵遭到俄军的轰炸。基辅一栋25楼的公寓遭到飞弹拍到。乌克兰籍的自由欧洲电台资深女记者兼制作人海瑞奇伫客厅内底当场被炸死，另外11人受伤。海瑞奇的遗体离到才用找到。 Вона стала 23-м працівником медіа, чиє життя обірвалося внаслідок російського вторгнення за час з 24 лютого. Мої співчуття всім близьким, всім рідним і вічна пам'ять усім жертвам цієї війни. 另外，今年11月，伫印尼巴厘岛举行的20大工业国峰会，印尼已经正式对泽伦斯基发出邀请。各国虽然决定参加，不过普廷也未决定是不是要亲身来出席。美国搁再公开反对普廷出席G20，更加认为各国不应该是G20的成员。公视新闻郑婉琴编译。转来关心国内疫情，今仔日有关是新北占上济，有5797例，副市长陈顺敬也确诊啊，因那台北是有3099例。 针对台北市长郭文地发声讲，快筛阳性才去做 PCR 的想法，新北市长侯友宜是表示，只要民众拢买有快筛试剂，就会用得。不过，这个家人是加715例，有民众为着领保险金走来家人体检。市长林佑昌讲，这款人真害，根本就是鸟车赛。 快筛阳性的民众会当行快筛阳绿色通道，直接伫7大社区体检站之一的北市联医中型院所做 PCR 采检。
市长郭文德30早起视察头一天实施状况，表示安尼做是为了甲需要去急诊体检的一般民众分流，接落来也爱赶紧推出类似快筛阳性的特别金门诊。快筛阳性的才来这7大的公费PCR筛检，那你就把事先包好嘛，对不对？3天份的，那马上就可以给他，应该可以给药，要结账哦，尽量无现金交易的。爱避免体检量吃力，市长郭文德佮提出快筛阳性才会当到公费体检站做 PCR 的想法。对此，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这是未来应该实施的，也毋过有前提。指挥中心指挥官但市长也表示，会往这个方向来要求。我相信要前端的准备好，尤其是快筛试剂，大家都能够买得到，然后有一些特殊的状况也能够来到我们的这个 PCR 来做采检，这样才有办法做快筛阳做 PCR， 其他的就不要来做。当然有一些医疗专业判定的一个情况，要不然都会要求要做快筛阳的才可以做 PCR。那目前还没有这样的一个要求，但是很快的，我们大概就会要求这样的一个情形。今日3早增加715例确诊，传出有民众为了要领保险金，每隔几天就招团到体检站进行 PCR 检测，甚至上百民众开车来家人体检，也一直讲真的好。市长林佑昌批评这款的行为真唔对。我觉得这样的心态非常的不可取，那也是害群之马啊。那这样子浪费了社会的资源，也耗费了宝贵的医疗的这个人力啊。林佑昌强调，公费 PCR 绝对不是免费，成本超过1000，也爱医护人员轮班采检，医检师透明检测，民众无应该滥用政府的善意。另外，家人也将伫礼拜2加开疫苗集中注射站。市长呼吁65岁以上的长者赶紧出来做，会当领500块的礼券。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是考4级二专统测的日子，有8万多人报名。教育部统计到暗时6点，确诊的考生有232人，有2322人伫隔离市场考。另外，今考到一半有考生互通知确诊，考场也准备游览车，施教甲共确诊共教室的人爱送去别大的考场。甲同学用行。坐出来底人的车，4级二专统测登场。头一节的专业科目10点20分才进行，未少考生提早来。几啊位考生讲，疫情一直烧，这几天有淡薄烦恼。可能怕确诊吧，对之类的。你们学校有人确诊？对，我们班学校有人自己确诊。我就待在家，都没出门。对啊。量体温10连坐，市场由42人降载到36人，各有考场强化防疫。不过，有考生加准备喙暗甲打洗手，就是烦恼考场人侪群聚防卫着。万一被匡列，会害怕确诊吧？那你中午有要在这边吃吗？他说会给隔板。没有，没有。还是要去外面吃？也没有，就不吃。对。考生一进场的时阵，2台大型游览车驶入考场。考场说明，若讲考试中有考生互通知确诊，共教室其他考生就会互载去其他考场考试。会到讯息说他确诊，那这时候呢，我们就会通报1922，把这位考生接走。其他同一个教室的考生，我们就会让游览车载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应考。教育部再次表示，考生应试的时阵互通知确诊，随后送后续升学，采取外加名额。考试中互通知伫厝隔离，刷到隔离市场继续考。因为代替5日劳动节无加班，恐惊影响坐区间车通勤的学生，将补助通勤费。到30中昼，579位考生申请，估计经费大约34万。记者综合报道。婚姻关民进党的议员颜旭木涉嫌走私毒品，屏东地检署昨前结向法院求判无期徒刑，并科1500万的罚金。伊的党籍也互党部开除。甲总统蔡英文翕相的警察海报，议员挂伫服务处的外壁，不过大门早就锁起来啊。民进党籍婚姻关议员颜旭茂被控涉猎渔船走私第2级毒品，假机安非他命。屏东地检署2号前去起诉，消息传回云林，附近的民众拢伫议论。包起来了，有他的比赛算了。昨天有看到新闻。啊，今天报纸都有写。对。哦，所以你看到也蛮惊讶的。对。
起诉内容讲到，颜向茂这10人强租卖毒集团，走私800公斤的毒品，其中596公斤流入市面，对社会危害真大。向法院求处无期徒刑，并扣1500万的罚金。政务议员伫扣押。民进党云林县党部开会决议开除颜向茂党籍，对着外界批评已经互提名。执行长林店贵讲，这阵议员在资格审查阶段，也未完成提名的程序。我们昨天已经在漏夜晚上开出临时的执评委会议，然后也对于颜旭茂做出最严厉的开除党籍处分。我们党部目前受理登记完后，目前正在审查阶段。并没有所谓的已经完成提名程序。党部委员认为，颜向茂行为已经严重损害党的名誉，为了贯彻民进党对着毒品犯罪无度容忍的态度，无异议通过开除党籍，也对恶意散布不实的信息的人来提出告诉。记者综合报道。4月3日是国际定的莫卖拍囡仔日，伫新德县着民间团体办活动，小解囡仔的人权，也推广武艺，带你做伙来看。每一个囡仔拢有健康大汉的基本权利。4月30日是国际唔通拍囡仔日，新德县的儿童人权活动，总统蔡英文嘛来到现场，强调唔通体罚对囡仔的成长参未来发展是真要紧。努力在国内推动非暴力、零体罚的教养方式，让爱的教育在社会各个角落来扎根。小朋友也是一个小小的大人，他们在很多的方面，他们也有自己的人权，也有很多我们要尊重他们的地方。我们要设法建立一个不打不骂小孩的国家。我们要设法透过立法、设法透过政府提供一些配套措施，协助我们的家庭也可以落实零体罚。那我想，这是我们将会往儿童人权迈向一大块。活动现场还有武艺池啊，设计出真侪趣味武艺互动游戏，鼓励大家学习讲武艺。咱已经通过国家语言发展法嘛，所以即马无论是台语、客语，还是原住民语，还有手语，拢是咱的国语。所以咱今仔日来，就是要推广，互囡仔伫厝里讲母语。主办单位表示，大家除了爱囡仔，也需要爱家己，常常保持好心情，做伙用爱来打造囡仔的幸福城市。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国家人权博物馆内底有一栋仁爱楼，伫白色恐怖时期是占士官的等待判刑的政治犯的所在。最近2楼关女性政治犯的阿房也开放参观，这也让证人对这段历史有更加深的了解。这几边空间铁门顶顶有防自杀的措施，这是国家人权博物馆仁爱楼2楼过去女性政治犯的阿房，官方最近甲整理好势，正做详细的参观空间。就是其实也很多人在关心，就是女性政治受难者的一些故事，因为在过去大家都是从男性的观点去看这件事情比较多。那事实上，确实在白色恐怖时期，女性也是政治受难者也是少数，所以受到的关注本来就比较少。去年人权博物馆有甲女性阿房暂时开放导览参观1个月，受到真侪关注。即马顺势开放，大家会使比较参1楼的男性阿房有倒位无同。导览员讲，过去有男性受难者捌讲过房间外常常有水流落来，透过女性的口述资料，发现是因为2楼有水沟坑，另外女性政治犯的护瓜空间，嘛甲男性有差别。女性的政治犯他们没有办法使用男性在户外的放风空间，所以他们是没有办法到户外的。那一般来说，他们的放风都是在走廊上面散步而已，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条走廊。女性阿房嘛，特别有男性区的空间顶顶，导览员表示，伫白色恐怖时期，像前副总统卢秀莲等人拢捌来过遮，透过开放，嘛，互大家了解女性政治犯在等待判刑进前，关押伫遮的生活环境，正是不记历史的细节。记者伫今日徐凯台北采访报道。天气报你知，咱做伙来看明仔载的气象资料。北部地区是18度到20度，中部地区是20度到25度，南部地区是21度到30度，
东部地区是19度到26度，外岛地区是15度到25度。新店有一个考倒音乐节，专工开放工程师来组团表演音乐。小等下暗时7点半，青春咱的梦就带你来看，看起来真鄙视的工程师安怎摇落去实现音乐梦。感谢你收看今日的 AM 新闻，我是朱永晓，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